哇！咁呢度咧仲包埋免費嘅自助晚餐喎，即刻睇下先。係有6間店啦，分別係福田啦、南山、梅林、萬象城、羅湖同埋福田口岸店嘅。您今天需要改善身體哪方面？3個方面也需要。都需要，可以。請教一下，這個原理是什麼？精油跟這個火山那個喜馬拉雅岩石加熱一下，可以促進精油吸收。呢個咧就係深層減壓嘅檀木舒適 SPA，最重要咧佢係可以深入到肌肉嘅筋膜層啊！如果你玩到6、7、8點，跟住喺呢一度 SPA， 好有 privacy 嘅一個 SPA 嘅地方咯。咁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我要帶大家去到我榮升心目中 No.1 嘅 SPA 店逆境芳香 SPA， 就做一個全新嘅按摩 SPA 啦，同埋會喺度過夜食 buffet 嘅。咁喺福田關口咧搭4個站就已經到梅村站噶啦。梅村站行過嚟大概係6至7分鐘左右，一出地鐵站 C 出口咧，一路直行就會見到呢間逆境芳香精油 SPA 影院足療按摩店噶啦，就位於梅林生活中心嘅2樓，免費過夜，免小費，自助餐供應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你好。咁呢度咧有茶水啦、果汁，仲有龜苓膏啊，水果。咁見到 reception 咧都係非常之企理啦，同埋好 elegant 啊，放咗好多花，同埋佢哋呢一度嘅主打精油。哇！咁呢度咧仲包埋免費嘅自助晚餐喎，即刻睇下先。有菜啦、雞肉、豬全、牛板腱、雪耳，仲有炒飯嘅。呢個應該係雞湯啊！坐喺呢一度咧食個晚餐，然後就去揼骨啦。咁我哋依家做 SPA 嘅地方叫茉莉，好舒服、好悠閒嘅空間，仲有一個星空㗎。咁依家就先去沖個涼先。好，唔該。獨立嘅一個沖涼房。好，女士你好，歡迎你來到逆境芳香。首先，先給您介紹一下精油，可以選3款精油，比如肌肉酸痛、緩解疲勞和改善睡眠，還有調理腸胃，非常好。對，您今天需要改善身體哪方面？3個方面也需要。都需要，可以，都給你選，好不好？好。請教一下，這個原理是什麼？這個是把這個精油跟這個火山那個喜馬拉雅岩石加熱一下，可以促進精油吸收。所以咧就係將精油同埋呢個喜馬拉雅山嘅鹽去一齊用火去烘住嘅，令到我陣間咧可以更加吸收。咁呢個咧就係深層減壓嘅檀木舒適 SPA。咁佢咧除咗可以利用佢獨特嘅外形同埋專屬嘅技術咧，係可以用完美咁樣貼合身體各大嘅部位咧，佢更加咧可以用呢個逆芳香私人定製嘅純植物芳香精油咧，通過呢個管目均衡咁樣去傳達，亦都可以施加力量去嗰啲咧平時按摩手法未必可以按到嘅位置，甚至係2到5倍嘅力度。咁呢個桂木咧係產自於中國台灣啦、日本，最重要咧佢係可以深入到肌肉嘅筋膜層啊，從而達到筋膜層嘅修復，令到肌膚咧重現緊緻光滑。而另一款喜馬拉雅岩石 SPA 係我非常之推薦嘅，因為咧淋巴係我哋人體最大嘅排毒器官啦，亦都係最後一個防禦系統。按摩師會用精油對頸部淋巴、腋下淋巴同埋腹部嘅淋巴去提高免疫力，促進血液循環、毒素代謝。最重要係喜馬拉雅岩石係非常之自然純正啦，且佢含有豐富嘅礦物質同埋微量元素，可以釋放對人體有益嘅負離子。而佢非常溫熱嘅喜馬拉雅岩石結合淋巴嘅手法，絕對可以令到一個人進入深層嘅放鬆啊！
咁我哋就喺按摩之後咧，就去咗足療影院，準備咧食住個簡餐按摩。咁首先呢度有酸辣粉啦、湯圓同埋餃子，然後咧就可以喺度嘆個電影，做個足道啦。哇！瞓醒一覺真係好舒服啊！逸景芳香 SPA 咧已經榮升咗我心目中第一名嘅 SPA 店。咁其實佢係有6間店啦，分別係福田啦、南山、梅林、萬象城、羅湖同埋福田口岸店嘅。咁重點咧就係佢係直接可以有專車預約喺關口嗰度咧就可以直達 SPA 店，全部係免費嘅接送，2位起。咁我分享翻琴晚嘅按摩咧，因為實在太舒服。主要我覺得喺做呢個喜馬拉雅山嘅鹽岩 SPA 嗰度咧，我覺得佢嘅手法係非常之到位啦。有別於平時我哋做全身按摩咧，好多時第一時間就係趴喺度，跟住可能去到最後幾分鐘咁樣咁先至係仰臥。咁反而佢呢個嘅100分鐘嘅安排咧，都係大部分時間係仰臥，推頸啦、淋巴啦、胸啦同埋肚。咁我覺得佢呢一個嘅手法，整體嘅流程，佢一站式去幫我疏通穴位，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另外我朋友按嗰個桂木咧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到佢咁忍得痛。按摩師手法係好到位、好吸力嘅，咁亦都代表住其實係有舒緩嘅功效啦。逸景芳香咧，即係唔單止係有咁好嘅手法啦，同埋我哋嘅 package 咧都係包過夜啦，同埋有自助嘅晚餐。咁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玩到6、7、8點，跟住喺呢一度 SPA，跟住過夜，然後瞓到第二朝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好舒服、好有 privacy嘅一個 SPA 嘅地方咯。咁我哋今次嚟呢一個係福田區嘅梅林店啦。唯一嘅唔好處咧，就係樓上係有個 K 房嘅。重點提醒大家咧，就係去前台嗰度攞翻個耳塞，就避免一下啦。同埋呢度都會提供簡餐啦，所以咧佢6至9就係 buffet 嘅時間。咁9點之後咧，佢都會提供雲吞麵啦、酸辣湯啦、湯圓啦、水果同埋花茶、羅漢果茶等等嘅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